撒贝宁被目击到广东探班章子怡，二人失身游玩，撒张恋浮出水面。到后来，章子怡又在撒贝宁的努力下登上央视晚会，这两人似乎在事业和生活上正相互扶持，亲密无间，可是却从未对恋情做出任何公开回应。因此，不少人怀疑是不是撒贝宁央视主持人的身份令此事变得没那么简单。作为央视名嘴的撒贝宁，谈恋爱找谁谈，怎么谈，似乎都要有央视的点头。这不，最近有人爆出撒贝宁被请去喝咖啡，领导要小撒低调处理私事，避免影响工作。媒体拍到受到警告的撒贝宁只身一人出现在虹桥机场，虽落地就开机，并与章子怡保持通话，却力求低调。正因为撒张恋自爆出，二人都没有亲口证实过，因而有人怀疑此事根本就是假的。有网友吐槽，章子怡的前男友们虽然年龄、国籍皆有不同，但都是一水的高富帅。撒贝宁虽为名嘴，但距离高富帅实有差距。同时也有消息称，撒贝宁真实女友是传媒大学校花岑黎兰，更有人说看到他和涂经纬在武汉领证结婚了。谣言纷纷，扑朔迷离，我们只好坐等当事人站出来说点什么了。优酷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